在评弹缤纷多彩的流派中，徐立先的立调既能以欢快明朗而见长，又能因缠绵悱恻而独树一帜。其自然流畅、清丽委婉、刚柔并济的唱派风格，为评弹艺术呈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立调的创始人徐立先，一生命运坎坷，童年遭流离，病魔贫纠缠，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如今他已与世长辞，但仍然有无数人自始至终敬慕他、爱戴他。为此，在继录制了《月下品泉》讲调流派专辑之后，上海市电信公司又集集了立调的门下弟子和优秀传人，精选了立调的24个著名唱段，倾情献上又一部《月下品泉》评弹立调流派专辑，以示缅怀。罗汉前回忆称得上是徐立先的立调之作。50年代初，在陈灵溪改编的中篇评弹《罗汉前》中，徐立先以其柔和婉约、缠绵凄切的唱腔，刻画了小飞蛾睹物思情、怨由心生的悲戚，听来令人不禁动容。从此，徐立先以其鲜明的唱派风格，确立了立调在评弹中的地位，并使立调经久流传，飞升业内外。
一并三年
为了准确地表现杨告中皎桂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悲惨状况，当时的徐立先到了几近废寝忘食的地步。在深刻地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之后，他大胆地对唱段进行了重新谱曲和设腔。修改后的杨告似念似唱，如泣如诉，把一个封建时代满腔怨愤、似癫如狂的弃妇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天呀，王魁风举身身不离，黑地生浮去身。内大夫妻，是臣梦。
我也问一问哦，那无情无义，句句离心，也只虚虚送奴在身。王亏啊，你否心黑？为什么你狠心杀？披下妻犯家规。徐立先所演唱的开篇，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以感情为基调的。在此基础上，每个开篇的表现方式则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这回在黛玉焚稿的演唱中，徐立先就巧妙地融入了苏州民间的哭腔，把林黛玉内心的酸楚和受冷落的无奈刻画得分外精彩。离心，披麻羞。
中篇评弹刘胡兰中的《母女会》虽为立调的早期作品，但其颇为丰富的旋律以及较为独特的气韵，已使立调初露端倪，一派风姿正日渐成型。如今其嫡传弟子张碧华将现役此曲再现，乃是当年的风华。费军为了要留下来对哈，关照后来娘去确实留下来，现在努力一推嘛，后来娘跌到了老地浪向，对抬起来一看，这可见八队浪向手下一个人，上身早已经8多岁，已经是血迹斑斑，一看不是别人物，是自家囡物，内杀进来的一些些，已经不了里头这么的这个样子，那说到一起后来谁俩人白白血迹退一阵，拍三万的盖上头，真是天涯地动对一分。他哈比抽开的花儿，真经得起刮风雨。抽身的羔羊，真经得个后郎君，以及那下后来我不认。我是血泪盈眶泪不是，两血泪腹中疼，人是了悲不一生。
后来呀，娘，你哪会进来的？我们圈子里多了，放我进来的呀。搿种干强的，你去距离多少？可难呀！我说得一句，你已经关火着。你比起自家讲，飞君哪会得放来过门哦？我妻非女送何事？哈比北京先生是谁？心非君怎样的来为你？你须好对付那你非君，非君哪里呢？你都愤怒我们哈？你到门内，你安讲呢？我一句也分身。谁都分身，但是已经打不够着。后来啊，你须真落在非君手，你为是终须呀内心分，你要拿起的家娘，求娘请你须家去，我的心是与生命大居心，居心，居心虽是那家法君，家法君虽是我们的保守神。你呀个守望本土，告诉那同志们是吕后来，不做土生怕死神。听你旨意，娘心塞，想累你上气呀太深，你怎能把心明开得我满清？你若不够为娘，凭一丝我哈比我懂，一路人口分与他丹花公主缘。你呀思心相遇都看绿，七八口
心上撇下了一家神。后来呀，你奶奶屋里呀房子啊，娘亲啊，非是女孩心恩然，非是女儿有情深，那当的贼辈你娘晓得，给我家谁也分清，老是牛为亲恩把贵，不做缺心神。我真啊说得15年来母女情，将我勾带领啊领，卡红绳，内大一阵阵开你名山。神难道我眼睁睁看你去死呀？后来呀，后来听到娘讲搿2句闲话嘛，接上眼里流不住，眼里下来嘛，哎呀，我哪还可讲？这个当口，倘使我一刻是娘也跟我伤心的，还是娘我再安慰安慰娘吧。娘，不必伤心，泪杯泪。同志们都是娘的亲生，七八口是为了女儿的命，我俩知道是心这亲送之情也必分命娘，乃是阿呆本一女谁人缘在世说谁是臣，我怎能恰比后来不得名，若一个被人家骂的催名人生，侬是讲坚决，我哪可以说得里头样呢？费军将我到里向来个目的，我应该告诉你呀，啥天磨砺呢？后来呀，娘，给家的名娘来得此，也为娘，爷娘呐哈，爷我是娘，爷我
求我对呀。后来，你尽管放心，为娘不是糊涂人。娘，后来。双珠凤火烧唐楼是与封建礼教进行激烈碰撞的一回传统折子。它不仅唱词多，且节奏紧，对表演者的唱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徐立先居然将此曲一气呵成地演绎出来，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超长的爆发力以及非凡的耐力和底气。正所谓10年磨一剑，他无疑是徐立先最真实的写照。翠娃，愧与奴10日银转。一刷纸笔联动心，也正等银转笔动身。把衣服拿来跟我喊，只是不两个女儿言。给了是非啥番内，否非一般与其真素来后知所听真。相与泪须归理下定，把这沙头送为人不妙，得知于心真。倘日也得把机会漏，女被内转与大水明。我把大风浪心也平，身后危险都不归心，哪怕今日打谁我一样赢。娘听是儿女与是真大呀，一战不体谅女儿身，岂不也结为了大义比了娘亲？不听你同
可抬起头来看看，那说道。什么还要有银行的么子了？还是书架上下许多，拿出来抄抄噻，印印好吧？再叫那里向改出来2本书，拿出来一看嘛，这刚好嘎啦啦个点起，个啥个事呢？见那鬼门寻女下针，不一人怒吼杀妹。
谁送？要盼了女儿身，所有人非卡，定得不下命。总是新妇牛走得面前真能终身下白油，饮却爱吞声，甚至心就急，有的是空门，都是你这三从四代人精，以至于还杀了许多的女子们。我今日偏偏也来非看你，把你闺门训与下贱，当作给谁的他人，杀得你分身，谁会化灰烬，密家一缕最深。文革结束后，高考得以恢复，无数有志青年蜂拥而至，其中不乏被拒之门外的失意者。为此，徐立先特地将夏时改编的《青年朋友休烦恼》进行了谱曲，并首次使用了打击乐器沙球作为伴奏，从而使轻松的音乐更具弹性和张力，饱含着催人奋进的激情。水泥和焚火，这样其实哈，不怕工作再不得，你要有信心啊，不动摇啊，相信谁懂？定能美好啊！白雨白雨的雪飞难忘，你的心思
他的姑娘只懂傻娃，气破口为了此事把青春下，真诚的爱情在等待着你，甜蜜的时刻总会来淡忘，幸福在想你，把戏展望，到米来到啥啦，到来到啦。佘太君抗辩是中篇评弹《杨八姐游春》中佘太君痛责昏君的一段选曲，明讥暗讽的言语，无比戏谑的演唱，自有其令人无限回味之处。这段选曲的唱词几近白话，唱句大多夹杂在对白之中，而徐立先在结合说与唱时，正如前辈姚荫梅先生所力主的，做到了说如唱，唱如说，使两者浑然一体，从中他的用功之深也可见一斑。此次徐立先的右翼门生王惠凤将通过该曲向人们再次传递徐立先的神韵。佘太君两人不加具美，加上某特子自家娘几子两匹马们，即愚蠢大清，呸，唱子后来。那还没去办这个真宗皇帝，真宗皇帝虽然后宫的三宫六院参人议妃啊，但是你相当合适，不讲长得漂亮，从小礼服有一个淫妇之气啊，你得看中着，要昔日里进宫，你就自家以为自家皇帝了，讲出闲话嘛，不人家反回头，而且该桩事体嘛，我不是天天都阳高。怕老人家王一林到阳高去绑对佘太君是个场亲事，而且在这里，我老太君亲到宫里来，现在老太君到至宫里身体受定，皇帝对你妈妈，今朝我到你讲了，别答应。啊，太君，神宫又要修造八级进宫，此事你意下是如何？圣上之命，那是那与不允之理。哦，应允的了，应允了。好，这14再为进爵，答应。你答应么？我不会太亏那个。那你到阳高，我为了高封。虽然阳高离我赫赫主公，封得蛮多。但是今朝为止不加进宫了，我为了高富，也高得你满意，封得你高兴。啊，太君，天神宫封来。你讲八级分无双流更残忍，今日与有来相见，我与他在那大花林下共下勾儿一记龙心月，今日封他为贵人，今朝非但多，不加一封。杨家送了得谢，送上得下，嘿嘿，我谁要封个？谁是那3岁孩童？
把纱帽戴，七灵闺女也来送人。粉的风过来，雾的风将军，是的知音太君像宋子杨家，更是风光的了啊！说他君对个皇帝口口，那个昏君啊！你为此让我能进宫杀家杀随便杀事体随下风，哪怕三岁的小爸爸头浪向还可以打手板。那么对你口口，反是我与两个人，哪怕我与十强不能，我还不为得拿能来换取啥个荣华富贵。那个皇帝杀俺个婚，哪反起了个后啊？起身心中马昏君，你君担心我们两家女。进站那样我们能么没看，我去问来他彩礼，可能啊答应得了。万岁，太君都是生啊，恩是听没有点彩礼，这是应该的。不过这个像了太君提出来的彩礼了，这辈子不是一般的。不要紧，还等皇帝呀！我宫里向啥个么子唔办，哪怕宫里唔办，天下才是我皇帝。笃定乃进步狮子大开口底下了，关在王一林的那边浪向，别么子你准备好嘛？你当笑话来，太君。要许什么彩礼呀？万岁，老相爷，你也仔细听，细分明，我也心内一无私事。我当啥么子？也得新衣裳，小姑娘讲什么还翻翻行头了他，哼，搿无所谓。我皇帝啊，你到南京之宫翻是一年四季翻行头，我高兴起了嘛，一日天家里翻个17、18趟行头。那是受神功的旨意，将金银丝织成的龙凤斗佩摆下20匹。万岁。
啊，买来，真呀？我也的非是平常死者之分。哦，你一个不是一般的两种。那么太君手要何福？那我也女死，只是玲珑马。啊，我也女死，为谁下楼顶？我也女死，谁吃不用啊？我也女死，谁吃凤凰群？学公们，搿皇帝一听眼头的，啥么子啊？一个四样事啊，鱼丝、鱼丝、鱼丝了绿丝。啥叫鱼丝？你吃个鱼捞出来个丝，鱼丝撇来撇去个节肢丝。那么搿个两样丝呢，别讲为丝了，搿鱼的两样丝是世上没得的，搿个还做两做个，听到该他们别出米来。哦哟，了那个他不啊，分答应，神仙搿个四样丝拿出来，第二呢我拿不出，那么你还回对我？你当我第二遍啊？搿么今朝也试试看，我是皇帝家奴人，龙福搿么难不第二遍去谈，后事先难呢，我听你讲下去。太君，什样彩礼？谁是这四样丝么？为与哦，为于啦，为于什么？我为也一两月，二两心，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青花装一下，六两合一对一本。只把后面也尽量，苏个西湖也不进，红山龙水高举量，黑扎冰灰也是两零。哦哟，是呀，不对了，也风了，也云了，也星星了，有的还不对了，也啥？也字把后面，搿字头把得来后面个，办了怎么写脱的？错卡得来为啥？也苏过石花，石花苏过为么子个啦？顶顶去么啥么一样？叫太子冰灰。啥叫太子冰灰？冰把了太郎看，看得了上下来灰，冰把到太么样样子的为灰个了。好，神仙郎点那个，那么今在气沟之后搞了海，好回去我倒要听下去，你阿姨啥病样了？太君，当要请教，你为于什么啊？为与啊，说你为于个？哦，来采我花来，我也一个要来何用？大女儿照顾的心，照顾拉马驴我一样，还与儿带不出家门。四大金刚的家子，你混不了的，具体仙女把家门，把那顶上了海。红儿西地下，金灯玉玉吃里，
到奇怪，不动神仙才也没啥听个吕洞宾翻的。太君，为什么不要这吕洞宾啊？这为他还是土匪杀真人进屋。气呀，吃那个灯头呀！不里瞪得两眼没出黑，是吕洞宾哈是偷白，引入了讲我啊，办得一不头坏呀！不晓得皇帝哈，老太君啥个自家，你还打理判，你打理判嘛，只有死他没去，说评到此结束。颠倒古人是当年徐立先在书场演出时为答谢听客热烈的掌声而返场加唱的一个段子。期间，古人的故事被颠三倒四地进行了搭配，从而创造出了离奇古怪的情节和妙趣横生的内容，再加上历调独有的魅力，最终使这一开篇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评弹表演中的保留节目。可恨媒婆华太兄是中篇评弹罗汉钱中小飞蛾的一个唱段，在所有历调作品中，他的唱词最显通俗，曲调也最为简洁。然而正是因为这份通俗，才得以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妇女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种简洁，才真正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自然淳朴的民风。
一头索来雪绿红，为这位我与把狗狗心意海，我与他与头是里两情用想法高处便是中。为什么不与狗神匹配？非儿家的战家中，为这位八辈婚姻，乃是知我差与阳过西东，逼得我手中是人头不痛。当年痛口我内马起，大今这为呀谁人相马与季风，不与我恨我心的怒气从。今朝人大女孩她身上，内的她已是天生的可怜虫，定呀责任索马责任大，永生永系在痛口中，想我是谁人风景婚姻苦。
绛珠叹是描绘《红楼梦》中林黛玉凄惨一生的开篇，而这次一位7尺男儿将再次对这一位众所周知的纤弱女子进行演绎，真是另有一番风味在其中。程健是徐立先唯一的男弟子，他曾经模仿徐立先的女腔，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把兵哦下奴家明笔大花帛，去岁的骨肉最没了娘，拉不口里下知思。否知他乡，世人莫日用公子都心中。哪晓得一日佛灵不信来，三大字是谁应亲对，今有良友所谓知莫谁应有神话兵，都是泪下泪凄寒，为他身作嫁衣裳。会送你，我把真心托，岂知姻缘泪水太浮有真
山。西着你来，知来心恩。虽忙儿更比那菊花旺。粉红日再把再花扎，风雨吹归又恨山。平日干花风月聚，一步牛腿身，身着在世沙发文恩，一泪飞西。训斥秋香是中篇三元牡丹亭中相国夫人的一个唱段，言辞似乎情理相融，实则却是无情无义；理由似乎冠冕堂皇，实则却是颠倒是非。徐立先采用了干脆爽朗的中肃力调，唱出了老夫人内心的所谓尊卑与等级的封建理念，更唱出了老夫人的伪善与尖刻。从中一个活脱脱的封建卫道士形象赫然而立。曾与徐立先拼档同台演出的弹词名家于洪先，此次将亲自演唱此曲。我相府里的夫人法律老师想并不回转房听，但是吹响我的讲不里听啊，讲着有人在里向电戏里，妇人们少人呢，吹响吞吞吐吐不肯讲。妇人想我晓得这话，但是希望给你个我安动儿，求你再吹响再到房厅上，我是一开的，那吹响他人嘛分开的。哦，难道今日一来着？可是唔少客气，规则体制教法被水中一致，别来吹响来当我讲，请叫法官上人，我也教法从之，绝不轻噻。那么吹响讲不里听，不是别人，是希望给你向两位闪耀。夫人一听没有，想不路啊，小儿子啊，能够不站起呢？多两个人来自一个已经不得了之外，还唔不过品质相当一大来个呀。那么农家真多个娘那里之外，是我们我也看看，是儿子个难说的。但是真家不能不看呀，为什么个闲话说只是看个着？但是我相国夫人失信于神，一动脑筋嘛，不爱，让我随拿去年该桩事体提出来。我来吹响张起风嘛，
所以我所有的财命往那身上一抬嘛，我个儿子生活水还不吃子。对，想得该当么夫人面孔一白，秋香你好。是大金。去年关在里去梅花嘛，那个话引得房听了。我是虎啊，我也看个呀。那你玩，住了地上苦苦哀求，说夫人啊，别看在，别看在，一看嘛就看着我吧。你打我能个也好呢。我还是因为你面孔上的标志之地了，你帮啥哩呀？根本我把分东完，我们两个儿子们少个老乡难看呢。别人说的都讲，说的都多，跟我口根本来得个他人欢喜玩。今朝路过房厅到里下来位置一位，等于刚子两啥小话事，难不得了着我调戏难在，虽说调戏来嘛，还不够事。他们一女三个分，举止气温分，一日是天地，你下女房应知的不风不起啦，落雨谁人云，都是你自己不正经，谁的是一生为也后一
儿女归他身。你们明明欧的两公子，口气下诽谤公人，你的谁不亲？今日从苦上失了你，宋经理一言痴痴压绿人，非则是家法送你不用心。杜十娘奇人奇事，一直以来便是无数评弹界艺人竞相诠释的对象。而此番在沉香中，徐立先借杜十娘这个人物，可谓把立调的悲郁发挥得淋漓尽致，并着意在弹奏过门时延续着这种愤懑的情绪，既把杜十娘的傲骨柔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更是让整个选曲充盈在一股深切的痛苦和绝望之中。不停让理解，搿些辰光一口子让中唱发言，小娘子，莫非娘子放回了什么东西？李郎，今是一笔，空否最忌之身？这个时而神娘，杀于一句话儿，下分各明白。一句话儿，请讲。今朝用笔分拉军，请你拉军能也是文能心。自从与你相识，在雨中了一片心，恰与那君生夫妇。对牛百年，还土中生。对非丑上，奴都不有，奴家为啥不来君？是娘非人负我。你今年用心在有中日，那把儿子比我家
是娘苦心，被人明白。我爱中胜利花人子，谁知把苦心地泪都亲人生。天之后卡，奴非用一。所生人不非你分分，拿去你家心家意，家心心在不斗之中，没奴生人为是君否努力奴否君。为来为去，为难啊！也与神娘永不分离，也与神娘不许见了。难道你都反为了我？谁那月拉家中东山你？你当初何不择一命？我凑人你知人那是真君子，所以举你非富不杀，杀真心，你知不见亦不仁，原来你们是一个天理百姓的来相神。你为了凄凉本人将我妹，你家说定真也真，这相中后知一起真，也是摸出来，箱子打开，对里一只。我要关照李家，狗先我抓上眼睛了，这啥一呼呀？啥天？这可就一箱子个珍珠宝贝，一箱子个珠光宝气。李家爱他了。宝贝呀，也是心头怒目强，吹吃真白一抓抓，箱子里拿出来一袋飞菜牛油样，眼里呀下来着。宝贝呀，我与你不应双
几次有相心妒忌，此姊妹们劝我也再从良。我开头带经理也不晓得是啥个场合，后来老板被我再看我方式晓得这个是一家妓院，我就想死个呀！搿点姐妹拖拉着我，说你现在反死，现在死还是白死，只有眼睛张张开，将来好好就嫁一个男人。我想嫁人，自家总要有点积蓄。实上了，我像三几岁黄头，搿点么子侪是我一点一点赚了浪。有啥人晓得？搿里向每一样么子，侪有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我还辛苦，再修证据吧。一缕心又加完美郎，对牛与你天上地居众生不也有这非才两有样，所以追他中途必心。我为养之有养，何用家？这样好点么子一多的啊！哎呀，娘子，莫非娘子疯了？不然，李郎是哪里话来？你乃是性情中人，怎为口舌之中身为知府？哎呦，一看就是娘露出一对是个猫人来话。小娘子，你有这等包袱？这个是宝贝啊，宝贝哇，宝贝，肯定是宝贝哇。宝贝，牛来的只是家中宝，是不是情侣的都是娘。我本当回家，细雨不明，别也别，儿虽等大，一片心。来让师少，这个回转去准备搿一堆么子，拨了你个布，一个布么是啊，一个布么就是我们娘喽。哎呀，娘子，辈人是不知娘子受此义德，辈人谁知对我母亲多谢娘子了。哪个几岁能够退回家？啊，乃我一副夫妻名分，你的娘亲。真为是我的不这个也多这个咋？李郎，这玉是我。你讲爱得个这样，上天么第六宫有3种知识，把人家王爷腿浪向弄个绿布已经不得了子，那啥个一穿一来，此乃是最后穿呀！有人告诉我，
这个点么子是1千两银子的嘞。娘子需要不上当，这个么子最起码是1千两金子的了。哦，我本来想得蛮好，但你回转去办一儿了，不答应，这样处处避美，令我同居共济。娘子啊，娘子，你何不早讲？这是比怎样？早什么？这个早什么？丽啦，莫怪我娃儿识得太心，只怪你没弄美得太早。这个也都这个长。好了，巷子里个地么是拖大水的，天呀！娘子，女以为与这些正八与我是娘一片真心，能为他个终身与卡。那句这个女书人，他可是心地方恩福气。你说他与真是与红不同。娘子不要讲了，不要讲。恭喜我离家，看出来着，师娘，这个几样好么子，你居然怀得落水，说明啥？说明我已经让师娘的心伤到哪个地步？据我见，不恭喜我哪个句？恭喜我离家一句，那么我为此事虚伪无情，才将暴露乎你。那么不句看上去，离开一碰么子也坏着。假使搿一碰么子坏脱个手，那再也怪着我大力做起。去我去吧。为了追恨，神鬼大。脚背浪向才是谁？奇怪了，这江头头一眼眼不怕了。背头听得清清爽爽，不少人在让议论纷纷。可惜我离家一点点不怕难为情。娘子，你的那束宝贝，莫要向水中丢。娘子啊，你的背影那是天际下一桩桩抹不在我的热心对。记得那一天，我难脱空空与你来分别，你是再三再四将我留。那几下宝儿当我的面，将你骂不许，是你将一纸金钗将我收。你视若身躯，披着丽君的爱，立得宝马，一生我是真风流。娘子啊，我不该不听
娘子却风雪之中上珠泪。娘子啊，我不该听信这些子的话，将往日的心心相印耳鬓厮磨，为那心事代代在脑后。此刻是我的心中只有悔与恨，为忘你我的娘子，将心一句，浪子牛上归谁受？对，娘子不美了，俺会了，悔恨交加，不美了。不美了。倘若我母与这些东西，你得怎样？不美了，好，不美了。我再听你讲上一遍，不美了。李家，谁知世上谁门黑事上于家？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我想你李家已在这懵懂之中，还是未知。十年去都是年，离人大箱子忙正上岗里向，喉咙